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称讲一部三国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、解说、解文说。好朋友，咱来讲三国。蜀国的刘备、刘皇叔，和军师孔明两个踮伫咧府内，两个伫内室淡仔饲母饲厝，因为大厅有人咧等待刘备回答消息。啊，刘备是有头革面呢，孔明开心一个一个，真潇洒。要听讲主公到底咧烦恼啥？刘备开嘴就甲孔明讲：“先生，人讲袂赢，咱就先想输呢。”这句袂赢，咱就先想输，民间流传的俗语，咱拢知影讲，这是咧表示讲，一长腿就爱留三笑后，咱做人都爱剩后步。孔明笑笑讲：“唔知影东吴的使者卢欢，谈大厅，甲主公提出什么款的要求呢？”先生你都唔知咧。卢欢讲我中年师母，甘夫人才拄过往。连因五侯孙权，咱知影讲三国，就是魏、蜀、吴周、曹、孙权甲刘备三个伫咧争夺江山，所以孙权甲刘备立场算对立的。结果东吴的使者卢欢，甲刘备讲孙权原来替伊真唔甘，中年失妻真可怜，小妹讲要嫁伊啦。刘备讲：先生，你叫我哪敢承认？我第一就甲体，第二就甲死。我甲讲我已经是年过半百，头毛喙相白啊！啊，恁孙尚香郡主讲遐是20几岁的小姑娘，伊哪要嫁我这款老乌里桑？结果卢欢讲：风来配良合应当。我第二句佮甲问，我甲问讲：唔知影讲孙权五侯，伊家己意向啥款？啊是国太指派你来？结果卢欢甲我讲人因两个拢足欢喜啦，讲要结这门亲情。毋过先生你嘛知，咱之前共借荆州，共占荆州，即马要怪我过做竞赛，要甲我掠起来呢。话讲来到这，有诗为证。孔明潇洒亦开心，享有成德应答应，主公着应接合理，放心成领免丢敌。主公啊，你做你去做人的媒使。神有隐藏妙计，到底什么款的隐藏妙计？解文说理，台湾话讲三国，请你继续甲古筝听好详细。